干嘛呀？别打！真准时，这保镖可以啊。干嘛叫人家保镖啊？那是男友力。来的这么早啊？白龙呢？反正我出门的时候他在家。那他怎么样了？我昨天也没睡好，你干嘛不问我好不好？偏不问。你今天不是有考试吗？考得怎么样啊？不去了。不去了？你不去考试，那你这学霸的头衔可保不住了。拯救世界来不及还去考试，而且再重要的考试有你重要吗？咦，救命啊！救命啊！拜托不要再虐待小动物了，好不好？知道你们恩爱，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小涛，你再说。不说了，不说了。哎，对了，刘云跟皓月老师有消息了吗？你放心吧，有消息会跟你说的。行了行了，你们快去吃饭吧，我们不想当电灯泡了。我们俩也不想再当电灯泡了呀。什么电灯泡啊？你放心吧，我带他出去玩啊。谁要跟你玩？少动手动脚，你又欠揍了是不是？小桃，你温柔点，温柔点。小姐，你怎么也开始逗我了？所以你看到了吧？我现在啊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生。你再说。糟了，我好像把饭卡忘在教室了。我的好像也忘了带来。算了，我带你去吃好吃的。怎么可以这么浪费啊？卡里还有很多钱呢，我回教室找找，应该在那儿。是，那我陪你去吧。管家婆。谁是管家婆呀？怎么能让我汪兰吃食堂呢？苗里，谈个恋爱都不舍得给女朋友花钱，怎么捆住女朋友的心呢？白龙，你怎么来了？你的伤没事了吧？我可没那么娇气。你也是的，干嘛不在家好好待着？现在局势这么乱，我当然是来保护你的。他不需要你。当然不需要我。可是我们小兰兰肚子饿了要吃饭，本少爷带她去吃好吃的。苗里，那个我去教室拿饭卡，等会儿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那个我请客，你们俩在这等着，等着，等着。你到底又来凑什么热闹？我跟你说过的话，你又忘了是吧？我当然没忘，而且我还仔细的想了想，所以我决定了，我不会再让着你。你终于忍不住了是吗？别再这么轻易的跟我动手了。你以为我还是以前的白龙吗？我早就提醒过你，你保护不了汪兰。你再说一遍。我就是要在他身边，我就是觉得你是他的灾星，我就是不想看见你俩在一起。等我拿了坤心锁，我就带他走。住手啊！你们俩在干嘛呀？别打了！苗里，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一直不相信我。你以为我想成为龙族少主吗？你以为我的身份我自己能决定吗？你以为汪兰就想成为九尾吗？你和汪兰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我和汪兰只是好朋友，我现在只想待在她身边。你为什么还要针对我？汪兰有我就够，有种你把刚刚的话再跟汪兰讲一遍。苗里，你别拦我，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他的真面目。汪兰，汪兰，你没事吧？
怎么搞的呀？刚才还活蹦乱跳的，怎么突然就晕倒了呀？对啊，怎么回事啊？师叔，他怎么样了？是不是因为杀生石？老师，汪兰的情况到底有多糟啊？他现在啊，倒只是身体虚弱而已。只不过，如果继续恶化下去啊，恐怕是不妙了。哎，别冲动啊！就为性命堪忧，我只能殊死一搏。难道他们都走了？感觉他们已经知道我们要来了。师叔怎么样了？我们去晚了，人去楼空，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没找到。那现在要怎么办啊？哎，白龙，你知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别的据点啊？你之前不是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吗？为了保护我的身份，他们一直都单线跟我联系。我也想救汪。我看事已至此，也没别的方法了。哎，对了，苗栗，这颗仙丹先给汪兰服下，缓解一下症状吧。少主，长老在哪儿？我要见他。长老让我来见你。你们又搬地方了？长老说，现在还没必要跟他们硬碰硬。我不管你们怎么对付他们，但是你们让我做的我都做了。现在你们也应该信守承诺。汪兰身体已经开始恶化了，我要的困心锁。长老说了，汪兰身边现在有几个小仙护着，她不会有事儿，她会习惯的。那也只是维持。我要的是困心锁，让我动手的是你们。你们到底在等什么？我们还要等一个人，不过就快了。你找我啊？什么事儿？我只想问你，除了困心锁之外，我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救汪兰？方法倒是有啊，可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只要能救她，我什么代价都愿意承担。汪兰知道你过来找我吗？你不能让她知道，你只要告诉我该怎么做，怎么样才能救她就可以了。你知道你就是那个小道士吗？知道。那你又知道汪兰身上的杀生石里边封印的十字妖星之力原本是属于你的吗？你要真想救她，